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10月23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4篇第1节到第7节，耶利米书第9章第1节到16节，提摩太后书第3章第1节到第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心灵敬虔。耶稣基督曾经与这个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谈论到敬拜上帝的事。这个记载教导了我们敬拜上帝的条件呢，就是要以心灵和诚实。那心灵的敬拜、心灵的敬虔是敬拜上帝的必要条件。因为呢，敬拜上帝若不是从敬虔的心灵来敬拜的话，在生活上容易走上弯曲的路，就必会离开上帝。如同耶利米先知在耶利米书第9章第1节到16节当中所说的：但愿我的头颅是水井，眼睛是泪泉，我好日夜为被杀的同胞哭泣。但愿我在荒野有藏身之地，就能远远地避开同胞。他们是一群叛徒，一点忠信都没有。他们随时随地的撒谎，虚伪取代了真理，控制了这地。上主说：我的子民一再作恶，不承认我是他们的上帝。每一个人都得提防亲友，亲兄弟也不能信任，因为兄弟都跟雅各一样诡诈，每一个亲友都好搬弄是非，人人欺骗朋友，没有人说诚实话，人人教导舌头撒谎，他们继续不断的犯罪，他们接二连三的强暴诈欺。上主说他的子民背弃他，因此上主万军的统帅这样说：我要锻炼我的子民，考验他们。我的子民作恶，我能不惩罚吗？他们的舌头像锐利的剑，他们不断撒谎。人们对朋友甜言蜜语，其实在挖陷阱。我不该为这些事惩罚他们吗？我不该为这种国家报复吗？我说我要为山冈悲鸣哀嚎，为草原唱一首挽歌，因为他们被烧成焦土，再没有人走过，也没有牛羊的声音，连飞鸟走兽都绝迹。上主说：我要使耶路撒冷荒废，成为野狗的窝，我要使犹大各镇荒凉，再没有人居住。我问上主啊，为什么这土地荒废，像沙漠干旱，没有人烟呢？谁能够聪明，谁能够明白这道理呢？你曾向谁说明，使他能向别人解释呢？上主回答：这是因为我的子民背弃了我的教训，不听从我的话，不实行我的命令。他们一意孤行，随从祖先的教训去拜巴力。所以我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这样宣布：我要使我子民吃苦果，喝毒水，我要流放他们到各国，到他们祖先和自己都没听过的地方去。我要驱使敌军追赶他们，把他们全都灭绝。不敬虔就不会实践上帝，会离开上帝的命令，就会离弃上帝，然后去拜偶像。保罗在对提摩太的教导当中也提到了当时候的人之问题，因为当时候的人呢，会自私啊，会贪财啊，会夸口啊，等等的问题。最重要的是心灵没有圣洁，他们不敬虔，因此导致心智败坏，信仰就不再纯真。提摩太后书第3章第1节到第9节，保罗这样的教导：你要知道，
世界的末期会有种种的苦难。那时候人只顾自己，贪财自夸，狂傲毁谤，忤逆父母，忘恩负义，不圣洁，没有亲情，残忍，散播谣言，蛮横，凶暴，恨恶良善。他们出卖私有，任意妄为，狂妄自大，爱享乐过于爱上帝。他们披着宗教的外衣，却拒绝宗教的实质。这一类的人，你们要躲避他们。他们当中有些人穿门入户，到别人家里去，迷惑意志薄弱，被罪过所压制，被各种欲望所支配的妇女们。这些妇女虽然常常想要学习，却无法认识真理。就像从前亚尼和杨布雷怎样反对摩西，现在这些人照样在反对真理。他们心思败坏，在信仰上经不起考验，但他们再也发生不了什么作用。因此他们的愚昧会在众人的面前暴露无遗，正像亚尼和杨布雷一样。愿主帮助我们追求心灵的纯净，追求灵性的敬虔，来敬拜上帝，来服侍主。诗篇84篇第1节到第7节，上主万军的统帅，我多么的爱慕你的居所，我多么渴慕上主的殿宇，我用整个身心向永生的上帝欢呼歌唱。上主万军的统帅，我的王，我的上帝啊，在你的祭坛边，连麻雀也为自己筑巢，燕子找到了安置雏鸟的窝，住在你殿宇中的人多么有福啊！他们不断地颂赞你，依靠你获得力量的人多么的有福啊！他们急切地要往锡安山朝圣，他们经过干旱谷，就变成泉源地。秋雨配降，谷中处处池塘，他们越走越有力量，都在锡安朝见至尊的上帝。感谢主，让我们能够学习敬虔来服侍主，求主帮助我们以上帝的特质，并以心灵诚实来敬拜主，遵行上帝的旨意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